多谢他记。上司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大姐说，我已经3天没有精神了。啊，我这里有鱼呢，请你充饥。师傅，你可是亏的吗？这是我们村里人的家常饭。哦。哎，香甜可口，比山珍海味还好吃呀！哎，比是不能吃的。张师，张师，张师。你怎么连笔都吃下去了？你多谢他记。忙听到马蹄声声耳边响，又不见尘土滚滚翻天亮。
生父故此体。一爹与男与女与老与少与高与矮与胖与细，我也受家的。哎，许多啰嗦，快讲！可曾看见一个少爷长子？少爷长子呀，实在我见他匆匆往那边而去。慢！将军，命他带路，命他带路。你把神藏到哪里去了？小女子明明看见他往那边而去。将军，请。大圣，官司要和谁？我知道。这一带的记忆是可以长存的。大圣，我们这里的金啊是不能长生的。打开金盖。
结为妻，怎料子烦躁脱水伤苦叹我三一岁我三差钱，难为你报仇之前杀提笔，你身亡为了心我命。你刚带着疾病，我去急忙拔出进来，都到那边地沟里去了。张氏，你没意思，你真的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哎哎，大姐，大姐，你真的没意思。
没有事。患难相聚，总是难防啊！长此相聚皆为情，此生难报的恩义。去大计高农夫去何心思，永存啊心放纵谢他情。济南相从时常理，恩义两字莫再提。我本是皇城三爷农家女，我老张是江明清。常言道，君子垂恩必同报。我岂能啊，事不近前分明。他既撒淫心何明，我只得。我只得白夜在山常为母亲。小女子姓张，张什么？张啊，张木兰。张木兰，家自哪里？张家既是我爱生的，家中万语何人？老夫的名张房，泪下母女两相依。他家王寻找居家女进宫随中丧喽。哎，趁你们听了，钦差大赦到元着，玄官老爷接
求家恩人，夸铁宝，花轿相迎，他恩生了。哎，老兄，黑龙都要叫破贼，还不见张不拦解放？是啊，晚上什么不拦出大计？哎，这是潇洒人寡事体啦。嗨，关于寡妇寡，委屈兵老爷。哎，走。坐下歇歇。桂兰，方才娘在城里听到一桩奇闻。什么奇闻啊？娘活了这么大的年纪呀，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事。小民工来分
实子东城来美人，你不见；西城来攀亲，你未见。原来啊，你是想着那位我娘，你是想着那位罗南长子。娘，快趁不来做他去。
需要你开为娘，你去带上这条行裙子吧。娘，女儿不去了。桂兰，你这是娘。叫陈宇不烂的人家都插上波澜旗。波澜旗，居家的事宜，那个是你谁人才是？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老爷，老爷！老爷啊，你来看，波兰茶大街就是这家波兰。居家昂首身上，谁下过一拜？老爷，你拜错了。居家昂首身上，谁下过一拜？哎呀，跟错啦！你家无些插起波兰大街，请问哪位是酒家恩人？说是都是，说不是啊，都不是。哎。哪有这般道理？三分道理嘛，老爷你来看。刚才是去江上苗不中
请来见我。是。姑娘们，请。见过老爷。哎，姑娘们，起来，起来！钟家姑娘听了，本子原来此，乃是奉迎皇命，出走居江人张波兰。请问你们哪一位是波兰姑娘？老爷，我们村里都姓张，与波兰的都叫张波兰。是啊，我们都叫张波兰。你们都叫张波兰？你叫张波兰？你叫张波兰？哎，你叫张波兰？张波兰。你也叫张波兰？张波兰。张波兰。你们都叫张波兰？是啊，我们都叫张波兰。来呀！有。将他们统统押我岳阳，一起分成。是。老实告诉你，今日要是找不到张波兰，你们都不能回家。愿意为祖母忘恩，应予有情，巧不要轻他之中，风不轻。几生之恋从姐妹，归来上天偏是非。请问老爷，钟家姐妹犯了什么罪？玉马王子冒人忘恩，坏了七军大贼。当年万岁于叶才县，哪家出波兰籍，谁向哪家报恩？你们不识读报，反是于贼，这不是你们犯了欺君之罪？你这是伢草生子，伢草，是我亲耳所闻，真是伢草。那满城波兰大计也是你的旨意喽？正是我的旨意。就将手身上谁下我一拜。究竟南风
他们有几分相像，怎奈这居家之功乃是孙家的，又不是我女儿的。嗨，女儿的福分啊，还不见一个陈姑娘。夫人，你哟，我他女儿不亲。谁家且进美也，不过你也能生子到鸳鸯，请我随父领上上金天。我却不信一个3个月的野姑娘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。夫人放心，只有功夫到，好吃不会少。老爷，钦差大人到。好，快有请，快有请，有请钦差大人。哎，夫人。哎呀，要是。可见恩师大人也，恩师，请。恩师请坐。恩师当年猎豹身家，功高且听。秦凤凰命出军本院，一路挨骂老登，辛劳了。恩师，这是外甥一点心意，望恩师笑纳。言其何必是此？会师当年好事报家，曾经路过此地，今朝孤体重游，真是过客安分呐！言其恩师，恩师那位救驾恩人，却在言其府中，真是外甥我几经决绝，错了狱中，放了一放。哎，如今他正令我女儿在儿花园与我里，言其劳苦功高，替我追命圣上，披传重赏。多谢恩师，快请救驾恩人前来相见。是，快请不来姑娘。有请不来姑娘。
本卿查封参岁之意，特来响应恩臣进贡。请大人为兵万岁，明日不举进贡，让万岁赐恩于张家系众乡亲。哎，恩生舍身放肆，得罪万岁，立改重赏。此时方恩生将当年救驾之事列表大改，以备呈报圣体。是哈，请姑娘加过名牌。大人请听。将他进内藏，爹兵威逼我杨营路，我与爹愿追到江旁，抬等那爹兵复为风水进君王。他注意啊！早已离京。不必，可有证据？与帮快波澜作证。为什波澜？与之将有其他作证。他人不信，那让我面见君王。你讨番岁真的是来报你这成功之恩的吗？不为报恩，找我作甚？他是为血当天之仇，报当天之仇。大人，你将讨当番岁藏于水井之中，乃是有理以说。今儿20万兵退出奉军，乃是虚以陷害，与此番岁于死地，此乃番岁的圣旨。大人，你番岁你我前来做那与你对哦。大人，小女子当年是举乃至于偏正戏，真是我眼之万国强烈，我你是不懂不道。哎呀，这一道西子啊，一字大人冤枉，大人冤谁可以偷？
是。方才之事，你都听清楚了？为什么都听清楚了？好，从今以后，你的女儿就是救驾而成，走不来。是，你说我？为是见你女儿聪明言说，才貌上君，具有相助之意，精神乃是天赐良缘。此乃是欺君之才。有会师担待，为你定下了铁案，你还怕些什么？No， 万一这官魁不难为证，更是犯法以色令。哼！看讨你经久不前，要切罚就不成。万圣不过，万圣不过。起来！我叫你女儿梳妆打扮，平生一早，请我启程进宫。宋恩师爷。从今之后，你的女儿便是居家上长不来了。老爷真是喜中天降，喜中天降啊！哎呀，夫人啊，此事非道而行，非道而行哟！老爷，莫非你真要经久不缺，吃不久吗？想我女儿，既与张伯兰长得十分相像，却又是女中才子，尚能经得宫去。万岁定算宠爱无比，到那个时候，万岁还管什么真不来呀，假不来呀？要是我们得罪了曹大人，他恼怒起来，我看你呀，岂罪得起吗？夫人，是此时来，我们只有走这一条路了。只有这条路了。你的母亲此事不可，此事不可媳妇放心大胆进宫去。
生，怎么今日连娘的话你也管不听？娘凭着教训儿句句依从，今日之事，女儿，儿甚难从命。不然既心地诚真，与我心意相投，我怎能走上天而立之事？女儿，你是不依从，为父不但要得罪钦差大神，难道还要枉负皇上圣命？到头来亲自出着你们，从这受牢杀头。弟弟，你我可是此别我呢？哎呀，女儿啦，你说再不答应，为娘我就要去死了。哎呀，母亲，女儿，你是再不依从，为父叫你跪下了。弟太岁有旨，今日的塔西之际，万国万官，黎民百姓，同庆合欢，响应巨将恩臣。万岁！万岁！喜字回望继续做，举真是道理高。万岁里同堂同庆，与我
虽经避难恩义从。常相迎，迎接原罪放生死。常相迎，不难做法，对是。九将生张伯兰到，说明见驾。领旨，汉孙有旨，请昂臣见驾。领旨。强作真心来看见万岁！哈，恩臣快快请。请。一别三载杂相见，梦见恩臣方永别。认不得你了啊！万岁！今日一别年复年，似葡萄女他十八变。万岁落难声憔悴。
斜阳西城，鸟兔轻举二杯诉衷情，三潭映月曾应心，二心更比比岁情。曾记得狱内从今我先上身，多亏你才被关税，死于情深。曾记得今旁你同情逃亡为，世事情深深你牵动了国王的心。曾记得一夜天水途苍结下了深深罪归还难听他一声死心亡，不与鸟平。心中他爱不郎下次千里去放心，他爱不郎得真还难自信，切切心他往事
于你呀？此王当真？嘿，君夫西言呐！万岁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嘛，是国王的救命恩人张不兰呐！万岁，小女子并非张不兰。我早就知道了，当年你是假发取名，我才叫你不兰为兵，搞察他情。万岁，小女子实在没有居家证。恩人，你是不是多饮了几杯酒，将其酒歪了？万岁，小女子并非居那贼。万可举王，万死不贼呀！万岁，小女子并非张不兰，有欺君之罪。好，我杀你父亲！万岁，小女子真的不是张不兰，乃是冒名顶替的假假女兵！万岁，张家其中差不郎真为难分，张不郎常于中心地成真，弟弟为霸王领兵我冒名上京城，那个不配不兰为何才你很重？是弟弟他教育我的。你弟弟是谁？家父真黑，哎呀，不哭。啥时家父是远离，万岁方烈不容易，哭了有病是长相，何曾一泪我放弃。你弟弟到底是谁？也罢，弟弟乃是谁？讲。乃是孩儿的父亲。明顶替，胆大包天！哎呀，万岁！万岁！哎呀，万岁！讲。我以为你是个玉道明君，恰原来也是个无毒昏君。我糊涂什么？昏在哪里？父母，王明难为父母相比，进贡面君，可谓尽孝。免虽隆恩，身为广东，图了忠心，可谓尽忠。是今小女子忠孝两全，何才万岁呀，万岁！倘若小女子不讲正言，你也分不清真假。现在讲了正言，方要问账，请万岁万岁，我还有话要讲。好，起来讲。是。万岁，小女子闻听张不郎已被当日死了。是什么？张不郎已被当日死了，请万岁速速举他一命。
父王怒目强，下令查判，不用还。来，换曹子兵。是。慢。今这次当当亲见必死了，家女平得到江南国大，怎不来为我的遭祸呀？曹子兵虽人启蒙是方晓，这怕是邻居蹊跷。内中藏情节之中定自来，将贾念平带下去好生伺候。换国王衙役我，英明天子你我操刀，你我操刀。恰是为何？都是那个佛堂的昏君。你们骂他做甚啊？先生呐！彭英勋一阵棍炮锁城门。妈，你为我不到闵州府告状去？闵州府，不，闵州府一定为真理的长啊！父与长子死后告得，父与长子嘛。好，与我来替你写唱。先生，广恩先生真姓大名，他就是王本贤，多谢王先生。哎呀，起来，起来，快去吧，去吧。
月牙的牙死来了，月牙的牙死。唱的，哎，明明是你唱发了我的牙，啊，是你唱发了我的肾，唱发了我的牙，是你唱发了我的肾。二位何时争吵啊？还挡发了我的牙，哦唱发了我的肾，哦是你唱发了我的牙，你唱发了我的肾，是你唱发了我的牙，唱发了我的肾。好了，哎呀，这位相公，你家何人患病啊？袁太爷的夫人，袁太爷的夫人，哎，身患何病？心病。哎，我家师傅会看病，你家师傅，我家师傅啊，那是另外很有名的王八仙。他是困享百来年，不争不要钱呐。三代祖传以心平，保证历年。我家老爷正要找个茶子先生，先生请。命要是区呀变化，出是先生前来，怎么还不来呀？哎呀，我怎会知道嘞？那么女儿的事情，烦死了！你让我安心一点好啊！哎呀，天哪，我好命苦啊！哎呦，得婚！哎呦，心痛！哎呦，心痛！哎呦，夫人，哎呦，心痛！老爷，茶子先生请到了。啊！他为看病呢，这位先生也道不挣不要钱。哎，快有请，快有请！有请茶子先生。先生，请。先生年少风流，这一行怪得到走。有年也已，却子孙来嘛，已有8、9个年头了。哦，实在听也是一道。先生不但为快享，还为一品。是啊，是啊。举房郎中最思乡，一瓶茶子与宽香。一难茶证都能吃呀到平次报灵光。此次请先生与我家夫人外马。好。
先生啊，我问的是什么病啊？夫人腹内期间为麻血紊乱，实患心病。心病？哎，何家？夫人心中定于所思，终日闷闷不乐，愁肠百结，气血阻塞，皆有二症心病。心病吧？夫人，老爷啊，真啊，真啊！先生是此时来，先生听说高明喽？老爷呀，此事方便呐，只要夫人把心中所思都痛痛快快地倾吐出来，假此疙瘩，夫人的病马上即可痊愈啊！对，先生啊，我只有实法，是此时来，我还要亲身出一个事。先生想说也听说高明喽？灵不灵当场思念，真不真可谓便知。那好，先生为他们说一个事。夫人我要出事啊，请吧。哦，是个隐事。哎，先生啊，是个隐事。哦，隐事，隐事乃是看中一个大事，此隐可测可评，吉凶恶否，变化无穷啊！那先生啊，是此时来，请先生再度。哎，先生啊，不知有什法？老爷夫人请坐下，听我慢慢地道来。好。老爷夫人，听老爷，你今日不曾暖儿命，这位女眷把命去。先生啊，你怎么知晓了？似不到暖为阳，女为阴，暖阳女阴，分金为阴相同，欲将去。哎呀，老爷，这先生一说就真，开口就灵。哎呀，先生啊，不知能否算出这女眷是谁？老爷夫曾查问女眷哪一位，要评测隐私，才能明根于。这隐私乃是推中换一生。此
也在哪里呀？鞠躬了，鞠躬了！哎呀，老爷啊，最好贾月冰估算是他们的女孩。先生啊，撤下去，撤下去！老爷夫人，你们不要擦鞋马。二将银子擦开瓶，瓶子何子盛一口。老爷夫人，你们看，这银子里面是个大字，这大字去横是个城字，城字下面加一口，那是一个何字？是这是非凶非祸，世界上老爷夫人莫有错，何是何家欢何家福，老爷何家要福千秋。哎呀，恭喜老爷，贺喜夫人呐！哎呀，先生啊，这喜怎么来呀？是呀，老爷夫人归国千金，要教他去。朝阳宫中凤凰后。他封了王儿了，哎，慢，先生啊，你是我女儿封了王儿，哎，是啊，那我女儿进宫一个劲，为何不见喜报来呢？这个老爷夫人，敬请老爷莫心焦，万岁报喜要赶王堂，子丑寅卯成为龙，30之内。怎么样啊？ 30之内把喜报30之内，30之内。哎呀，赵先生说了呀，晚上要称我为丈母娘嘞。要是晚岁孝敬一点，说不定呀，我要把我这个丈母娘请进宫里去了。嘿嘿，那与丈母娘进宫之礼，至于我这个长娘吧，才能进宫议事，今天是错。还是当着200吩咐他人的面，喊我一声鼓掌他人。先生啊，你什么荣耀不荣耀？开心不开心啊？老爷呀，在这金殿之上，你可要说得小心啊！先生啊，撤下去，撤下去。好，听了。3将银子来拆开，哎呀不好！哎呀，老爷，公子，先生，讲个明白，讲个明白，先生呀，讲个明白呀！哎呀，老爷夫人呐，这他是去横，要变也去呀。千金终于夫
下不难了，你查不是把皮在心啊？怕只怕黄龙盘定要红领头。先生，哎呀，先生，哎呀，我也没有办法呢。想办法，哎呀，好。啊，这常言说得好，木与色，桃与法，才能用一种替身法，方能解得你女儿的灾难呐。替身法，才能找到一位年龄与小姐相仿的女囚。太尉虽难，你的女儿便可以逢凶化吉了。找一个与我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哎，婿。是啊，与我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婿，这到哪里去找呢？哎，这就巧了，女扮占卜兰，正好与我女儿年龄相仿。女扮张不兰，正好与你女儿年龄相仿。是啊。哎呀，这个，那么我要为她当面看相。你要与女囚当面看相？是啊，什么当面看相，怎能解得你女儿的灾难呢？这个嘛，啊，实在不便呐，那就算了。哎，算了。先生，方便。方便呐。先生啊，女娃咱不来管这鸳鸯老哟。这要押老哟，我是何去的？去的，这鸳鸯老哟们，那是我家老爷所管。只怕错犯了王法，非同小可啊！王法，王法，先生啊，你这懂得测试怪象，这怪障知识嘛，你就不懂了。哦，哟，他是天高皇帝远，你管他什么王法批法？随着真黑月内，我老爷说的话就是王法。领教。要是收带先生去女老院将张不兰喝香。先生，请。先生，请。要召给官赐海官，赐海火，他是对女神。先上多谢算命神，最负神冤怪路程。老人家，请问张家期怎么走？张家期，不知大人要问哪一家？群芳9家2生张不兰。张不兰，她就是我的女儿啊！你是不兰的母亲。是啊，来得真好。大娘，女儿，大娘。
娘啊娘，长夜漫漫水相伴，为平解忧谁相伴？女儿飞跑养育非你凄凄万千更悲凉。先生稍等。姑娘，一位出使先生奉老爷之命，特来为你款香。生死一定，还看什么香？先生，请。不来，不来！先生，小在罗山天地上，万岁他心事到家，统统藏。不来，你看，不来，张氏，张氏，不来，我就是3年前陪你相聚的张氏啊，张氏，如今我做了皇帝了，皇帝。你曾生木兰插旗报大恩，求我了你恩将再报，心不生。明天王榜把神红，爱你配身将我生，说什么深藏水晶图美，不兰做饭乱乾坤，言我傻女谁可以？我难把其元生，我对靠落牢房，我母女两离分，今生归来是你还要花言巧语欺骗身。天。
迎来的恩臣不是你，我真情感动家子女，他吐露殷勤，色的心，色的心呀，方知恩人曾死去。强我泪，全程用了条毛巾，为民真相细查访，校长给办得来越中吞王你，想不到途中巧遇你娘亲，我为他写草称他名字，命他高当民贼府里。不来啊，这桩桩欠欠天作证，你恰是不分情欲，不分朝旁，反射孤王，花言巧语蒙骗他别远去，诉衷肠，情在一起。过往塞藏在情丝放肆啊！你早些将我拨来念，我也是父子不在思念你半亏不来，谁生气？我是离愁别绪藏心底，长大于你征途之中空彼岸，长挂牵，转场可与不从前。长盼望你开心。
长了一些呀。名人不必细说，你究竟是他什么人？啊，我是他的丈夫啊。好啊，你尽管冒充他的丈夫，快我把你关押起来。亚斯先生，你管不得，他是君什么？他真是我的夫君。夫君？哎，听见了吗，玉先生？我有要事相告，先生，请。什么事？先生，你的岳母配人杀死。哦，从他身上得长子一张。想不到闵贼夫也是此凶残，连国王亲笔写的长子都告不正。我倒要亲眼看看这些他小官吏们是怎样纵容于我这个君王的。告辞，先生，哪里去？我要上闵贼府告长去。哎呀，先生，万万去不得。为什么？今日乃是闵贼之父肉担自己，四方官员前来请我。我劝你呀，不要使他哭泣。他做他的事，我搞我的场。请问先生，可是王亲国戚？非王亲国戚，朝中可有谁称呀？我赞称呀。家中可有万贯钱财？我只有一副车子炭。哎呀，先生，我劝你呀，还是扔了这口气吧。难道去没有王法了吗？王法？哎呀，先生，王法从来都是空坟。先生，有人？那不然员外拜你快走吧，多谢。是一区区不离，外请小夏大圣，今日今非性命，小弟上去念兄多多拜赏，怎能随此赔礼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夏大圣，请。好。
惊动了礼部上司。哎，贾大人，想那礼部上司秦大人说来不讲情义，你可要小心了。有请秦大人。他的到此万事遵旨来了。杀人公马，可是路过；杀人背水马，可是专政而来哟。请大人，请。有甚结果告状？哦，今受本府岁待，列为他人谢辞，不利民事。请。大人，结果是冒事告状。清平事件，何来冤情？分明是前来杀来受气，调动一切血王，将他轰了下去。是难。既有人冒事告状，必有冤情。我等还是当审恶为好。此次请秦大圣将你兄同死来呀！有四堂升堂。传接鼓声上堂，接鼓声上堂。乱棍加身上公堂。下跪负责，犯人请，他代表你请，你尽责。本府虽待之责，且当胜这次，你为何不知不早，偏挑金色高上？青色有草，金色高，他在小水管不了。范你请，你苦与草。有草。
呈上。拿去看来。差事了。万岁爷前来，来高堂与我与今与你非才相，虽乔装是高堂，无万事随机应变，安详。衣裳长子飞行长，骑上野香御风骚。此爱你的衣裳，你的衣服是上扬。万年前，向本岁明镜高月，不识字类，听到查过名牌，退堂。推堂推堂！我在这场子上面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怎么不声不分去告退堂？哎，对呀！我看万年青说得有理，我等还是当审案为好。以大人之见，当堂审案。堂审案，好，去此去审。哎，崔大人啊，我看高堂中快在当下，立案审冤，怎奈老夫耳聋眼花，看不清也听不明哦。万年青，用力站起来，一言肃来。不，方才乱棍上身，上坐等头，站不起来了。对呀！来，快扶他起来。是。万年青，快起来！好，你听了。你需要我的护卫深深我方年轻，爱人深远，永是都你官府太昏聩，王室君荣不作为。你等同居落百世把民间冤屈的天代表年轻，你诬告官府，给到何才？向我名在府内，清明时节，朗朗乾坤，何来冤情？对呀，清明时节，朗朗乾坤，何来冤情？清明时节后来冤情，贾子元，我来问你，你的女儿到哪里去了？贾子元，万年青问你的女儿到哪里去了？
凡谁派钦差大神，即定是救驾恩生，真不难。你的女儿于是何进得了皇宫啊？张不来，乃是我女儿救驾时用的假名。假名，哈哈，你本是张强武出世神，真知报恩有泪情。爱谁心照救驾女，为只为祖国家里中公的。我女儿永是天仙貌似花，早在深宫开圣君。你尽管诬告皇帝老苍蝇，欺君犯上要分斩刑。贾子元，你什么诬告？好，那我来分你。你为何要将救驾女拦死大营，关押在死牢之中？贾子元，可有此事？卑职就此事，就不此事。那我再来问你，你的封臣为什么生死混混，心神不宁啊？哎呀，我封神完毕，与你何关？那你又为何要我到死牢之中，为女犯张不兰困降？哎呀，你这个出事了，你真是负重身有，负身不当啊你！范年青，你不许诬告官府。范年青，贾子元说你诬告，可有真神？有他女儿贾玉萍作证。传贾玉萍。贾玉萍上堂。范年青哪里领来的疯女子，堂上假作真臣？那女子或许你诬告官府，你这小女子，我且问你，她究竟是不是你的母亲？贾玉萍，他等作证。是。讲。事到如今，我看你还有何话可讲？大
大人，此女虽是卑职之女，怎能冒上王之事？乃是曹子辈的旨意。曹子辈，钦差他神到，有请。曹大人，齐大人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你不是也来了吗？今日是曾知府的承担之际，我怎能不来呀？我也是为拜神而来的哟。瞧，请。是，我都糟了。这是什么？请冒是我恩师是啦。曹大人，请啊，请。曹大人，放在家之院招工，是报人忘恩一事，是曹大人你的旨意呀。我，想不到今日神物升到本清朝的头上来了。蒋子元，我来问你，本清朝无缘不顾，为什么要收拾你女儿冒充我儿女？本清朝同时寻找救将你，难道我知错犯错，知法犯法，要你的女儿冒名顶天？想当年，他的当前，本清查查生上司，保护身家，死去，难道为了一个救将女子，官员前功尽弃，罪上全露吗？蒋子元，今日在堂堂之上，一夜的人相互了断，欲开难言，故而心开之祸，不乱造过。此今有本清查在此，你与我从实地招来。哎呀，他是今日在大堂之上，被这却是吓破了胆。听是那范丽卿哪里领来的疯女子，来夜黑不月放他上天堂？来呀！要向范丽卿从这世上押上天牢。下来！李大人，你回他教我，莫非与他有情？无情有故？无故。非亲非故，那听说是碎了他不少好处喽！哈哈！实不相瞒，凡是我要的，他都接了。痛快！今日他堂之上王法永不得事情，来呀！有他应指挥。是你。千层中。